后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初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切切向向对以色列发动攻击，造成超过600个人死亡。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内阁安全会议宣布，以色列当伫咧战争的状态，正式向哈马斯来宣战。那美国是下令派上届先进核动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群去地中海为协助以色列来做准备。夜空当中，飞弹和航空系统哪吒一条爆炸声音。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切切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进入第2天，双方继续飞弹空袭。这场攻击行动，以色列死亡人数超过600人，也超过2000人受伤，其中200人伤势危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车别开内阁会议了后，正式对哈马斯宣战。מעשה התועבה הזה שהחל בעיצומם של שבת וחג תוך חציית קו הגבול והמשיך בתקיפת קו המחרשה הוא חטא בל יכופר. חטא שמובל לא רק בידי ארגון מחבלים רצחני אלא בידי ציר רשע שבסיסו באיראן. 本土电视台记者伫加沙市连线后边的大楼向向互飞弹拍到，互伊惊甲大叫。巴勒斯坦卫生部表示，以色列报复行动造成超过400人死亡，也有2300人受伤。加沙走廊人口差不多200万，2007年以来一直由哈马斯管理。以色列伫埃及的协助之下，对这所在封锁，阻碍加沙经济发展。巴勒斯坦驻联合国大使伫安理会闭门会议进前表示，以色列政策是对人性的攻击。Israel keeps saying the blockade and repeated assaults on Gaza are to destroy Hamas military capabilities and ensure security. Clearly and expectedly, its blockade and assaults accomplished neither.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要求安理会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残酷恐怖攻击，高指控哈马斯犯战争罪。美国国防部下令派上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打击群，行向东地中海协助以色列做准备。白宫表示会赶紧提供以色列军队另外装备资源，未来几天还会提供更加多军事援助。西方国家，亲像加拿大、澳洲、德国等，拢谴责哈马斯行为。英国首相苏纳克更加表明会甲以色列协作会。伊朗总统莱西是透过电话恶怒哈马斯攻击行动。公司新闻陈伟金报道。以色列发生战事，目前咱台湾也有3个旅行团，拢总74个人伫咧以色列。不过加在离小镇的所在是真远，所以人是拢有平安。业者嘛，当伫咧安排因会当提早倒来。不过因为有的飞行机的机抓取消，所以有部分的旅客目前要调伫咧机场咧等待。机场航班看板显示，未少国际航班已经被取消，有等待旅客伫机场大厅困，也有人坐伫椅仔顶面困。以色列伫来维护国际机场，受当地经济紧张的影响，航班全部被拍乱，报道柜台前排队排真长。这是到当地参加大边接大游行的台湾旅客所翕的画面。一家人原定所坐转来台湾的班机，因为战况不明，被安排提前来起飞。旅客讲，伫机场外口看到避难处所在告示牌，伫因离开进前，当地机场来回亚罗塞冷公车拢照常来营运，市区是无啥物人。另外，观光署掌握咱国即有3个旅行团伫以色列，总计74人，旅游景点离战争的所在较遥远，旅客拢平安。啊，那向西旅行社29人有家伫车北转来台湾，不过因为期间普遍延误，得来维护机场等待。尽快的把团员呢，通通都会让他们离开危险的区域，或者是赶紧的回来台湾。那后续呢，当然也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战争的危险因素，所以各家的业者的旅行团应该也都会暂停的来发团。品保协会讲，以色列团以股文名为卖点，因国班机少，费用悬，伫台湾市场无单，受战争影响，业者已经将商品收落来。观光学者分析，旅游团对着这款突发而且严重事件，业者必须依规定通报观光署甲自外机构，建议散客也要甲自外单位联络，请求协助。那只要散客在发现当地有一些情况跟状况的时候，第一时间一定要赶快跟驻外管处去做联系，以便于驻外管处
掌握这个相关人数机位调度，或者是采取包机的形式。下只提醒，自由行旅客出发进前就要准备好主管单位的紧急联络电话，也若是参加团体行，嘛要确认业者是合法登记的旅行社，业者会被规范交这旅游保证金，甲为旅客投保，万一拄到突发状况，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这两天的连假有上万人去甲小琉球佚佗，结果竟然有游客直接伫咧凉亭啊大埔旁露营甲航肉，甚至连乌托邦都徛起哩。大家看了是拢讲，安尼实在是伤过罕过。另外，这两天啊苗栗白沙屯妈祖头一届去嘉义市战景，有民众放彩带要来斗热闹，不过煞是无细致去破掉电火条啊，造成千外户失电。我旁大地凉亭内也停几台汽车，航马用区直接到铺满长椅，休困用的凉亭互游客乱占用，互当地居民之不满地点就伫小琉球花斑岩附近。昨天看到是有3顶帐篷，但是早上来看我是有看到2顶啊，但是后来他又说1顶起来了，把他们的机车都骑上来，在上面这个平台上面煮东西。虽然风台拄啊过，也毋过屏东小琉球会当讲无受影响，车是连假前2天，顶岛人数拢超过万人。海边定各景点4季拢是游客连坐船过来，拢爱等伫要2点钟。我是讲，我7早8早就出门啊，结果嘛是这样。人在南边出现乱象，游客乱占凉亭露营航拍，毋但引起居民不满，也违反观光发展条例，会当罚5000以上100万以下罚款。也毋过宾馆处表示会先宣导。管理处会在此去呼吁，一定要注重大家一个公共的空间的使用。连假天条那伫观光区白沙屯妈祖，初7、初8头一摆到嘉义市战景，吸引大批信众一落地排队弄球卡，也毋过伤过热情也引起代志。早期有信众放有金属的彩带卡伫电火条啊，造成杨氏连开关跳脱。当地1345户徛街点头，就安尼停电。大家都怕会烧起来之类的，对。那老板，你们看到是好像是彩带子造成的，是不是？对，因为它很明显上面就有缠住啊。好在在台电协保水处理，中岛进前就全部复电。要么台电又发提示，伫主体密集地区参加庆典时，避免使用有金属材质的彩带等物品，以免台电配电线路受损。记者综合报道。双十的连续假期，毋但车阵多，交通的状况嘛袂少。伫高雄的中山路甲凯旋路路口，有几台车因为烧钱要转弯，结果煞是客做一伙咧当红灯。毋但是挡到轻便铁路的路线，佫害列车无法度通行。这款阻碍交通，佫无让轻铁等列车的行为，依法上当会当罚7500。汽车游览车客伫路口等红灯，真足看有几台车搁占着黄色铁基路区，造成后壁轻铁的车根本无法度过。高雄轻铁前定支起站附近的路口，初7连假第一天发生安尼离谱的状况，汽车若想要转弯，无注意距离，造成违规挡伫铁基路顶悬。行至有号志之交叉路口，遇有前行或转弯之车道交通拥塞而进行，驶入交叉路口之号志转换后仍未能通过，妨碍其他车辆通行，这部分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罚款。毋若妨碍其他车通行，会使罚现轻铁车辆的车号也是货刷无亮，嘛会使以道交条例处1000以下的罚款。另外，阁涉犯大众责运法第50条，违者可依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视情况开罚，或依大众捷运法第50条。处30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款。等于到事发的中山甲凯旋路口，铁基路边的停单区范围无大，单一车道大概2台车就停满，第3台车搁过来，但会使停伫铁基路顶悬。开汽车的民众表示，这种状况平常时都常常发生。绿灯快没有了，他就抢绿灯，那抢绿灯的时候刚好有碰到车子，这样就会塞住。他那个地方应该有几个比较交通警察这边先指导。中山凯旋路口部分边角，车流量拢一直袂少。高铁公司甲警方嘛建议驾驶，若发现头前路口已经有车伫等，千万唔通搁向前对车，以免阻碍交通搁受罚。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因为风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可能会向上大雨。咱做伙来看分图。气象署针对宜兰的山区发布豪雨特报，嘉南、台北、新北、宜兰会有局部的大雨，尤其是北海岸甲山区可能会落大水雨。
东南部是侪云到好天，街道都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公雨。明仔载是双十节，天气嘛甲今仔日差不多。爱到拜三的时阵，水气才会慢慢减少。不过北部甲东半部要是会落局部的短暂雨。另外，伫咧10月初7形成的轻度风台布拉曼，目前是伫咧关岛东南东的海面，向西北转西边咧行煞，离台湾是真远，袂有直接的影响。这个小犬风台风是透假，不过无啥雨。风台风甲海水盐分是夹起来，真侪农作物去互风是速甲打冷起，看到那像是臭火打共款。家己县府甲农改场去现场会勘，初步估计受损的面积有397公顷，也若损失的金额有甲739万。当日大个番茄球，叶仔唔若冷去，甚至拢乌乌，亲像臭火打共款。农改场人员讲，风台了后，雨水无够，回南的海风甲食物拢扣打去，所以才有败涨的状况。建议定静会较好。看你要顾嘛，你也要顾，你就是差一半嘛，你也要去顾，差不多到20%呢，超过啊。除了落草以外，布地、铺子、落卡拢有农作物，因为这有盐分的小风出现烧伤情况，立法委员就邀请县政府甲农改场到现场来了解状况。有苦瓜，还有西瓜吼，还有其他二期水稻，还有迄个应菜花，因为这个风哦，带有一点盐分啦吼，规个扫节全部拢打扣去安尼。伊这应菜有几啊煮花，毋过煮完即水花起来，伊长个湿哩，伊来就收成就加足歹。纯煮煮就无法度成型啊。嘉义县农业处表示，除了农作物以外，嘛有一寡农业设施有损害的状况。目前县内初步统计，农业损失面积是397公顷，损失金额是739万。会赶紧来进行农损调查，希望协助农民申请天然灾害的救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根据区地联研究公司的报告，全球虚拟货币犯罪交易的金额，从2020年84亿的美金，加悬到2022年206亿的美金。咱国金管会监管的效果歹，互对诈犯罪金流陷入困境。警政署按算训练500个虚拟货币流向的分析师，保险署调查局嘛加强训练，采购软体要来全面阻挡虚拟货币犯罪行为。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 ，AI 应用即嘛是扩展到医疗的产业，高达是已经有96件以上以 AI 技术为主的医疗器材，摕到咱国内许可证。即嘛医疗体系进入新的竞争阶段。不过，卫福部强调讲，患者的病历要是爱由医生亲身来写，形成式的 AI 是禁止用来产生病历，这是为着要保障患者的个资。再来，咱来看联合报。行政院提出4年400亿永续提升人行安全计划，会清点1000个较会发生交通事故的路口，优先改善过路人交通安全的项目。进前交通部已经有做42相关路段改善的计划。有调查就发现讲，2015年至2019年，382个路口改善的情形，有87个事故的数量颠倒是增加。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一个姓寇的专员，伊向指控讲，伊对外拢讲伊有法度用县府的标案来趁钱，骗人募资，抑佫有借贷的钱有甲亿外。受害者有超过50个人。伊伫咧失去联络的9天了后，初7暗时伫咧台北车头去撞到，伊贪污诈欺等罪移送法办。检察官核审了后，以被告的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县长亲自来，甲大家分平安符吼，祝大家阖家平安。宜兰县长林志标自9月马祖文化节活动期间发平安符，这姓寇10人是宜兰县政府请的公共资产管理员。最近却传出涉嫌对外讲有法度采购县府标案来趁钱，向外骗钱募资、加借贷，用要执行，受害者超过50人。就是拢讲是县府的标案，安尼啊，叫人去投资啊，就是安尼啊，咁个钱拢人款。
现考查甫人是公共资产管理员，被派驻宜兰市，拍林祖标名声来走摊，互外界看作是林祖标核心幕僚。伊回9月18就开始失联，伫路灯徛家大门拢锁起来，风声是钱款款的走路，被害者求上无门，向警方报案。目前许愿已经失联状态了，那详细情形我们都是传闻，也都没有办法去求证。那我们这边也请警方那边也在搜寻当中。县政府表示，因为社科专员失联真济天，县府用控制3天时透露，对外界风声无法度求证。初7暗时，警方伫台北车头掠到社科专员，宜兰地检署检察官获审了后，认定社科专员涉嫌贪污治罪条例，两级不相依会诈取财物，还有刑法诈欺取财等罪，涉嫌重大，而且有串证逃亡甲灭证的嫌疑。所以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来关心，最近咱国内查到几个业者，因卖进口猪肉有去染到美国猪肉，而且产地煞是飘逝不实。食署宣布，为即时开始，所有进口的猪肉拢恢复逐批全部拢会查验，若是无了是飘逝的厂商，就会移送法办。新北市卫生局到餐饮业者店内稽查，阁查到7间业者猪肉原产地标示有问题，包括三顾茅庐、好事锅甲郭台铭等业者，其中3间是完全无标示猪肉原料原产地，4间业者是猪肉原产地标示不实，拢予卫生局公告搁开罚，无标示会当处新台币3万至300万罚款，标示不实相当罚18万。那要保存食品来源以及流向的证明，以被卫生单位查核，并不得有不实的标示的宣称。边境恢复实施猪肉逐批检验，病逝状况再做调整。对各地卫生局一直稽查出进口猪肉疑似洗产地个案，食药署宣布即日起恢复进口猪肉搭配查检，这也是开放内地进口初期，为搭配查检放年为抽检了后，隔4年搁恢复100%的查检。进口猪肉产地引起疑虑，有部分民众感觉也是到市场买本地温体猪较安心。冷冻猪我比较不喜欢，我喜欢传统市场买的。我们养的比较扎实的，他们那个肉好了，卤起来很烂，会烂的。卖台湾温体猪的番仔为早起生理是无停过，业者讲受到进口猪洗产地疑虑，这几天生理真正较好。那对比去年同期，过来毛猪的计数，迄当时每公斤平均大卖价是85块2角3，那今年10月初一起大卖价已经来到96块1角9。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咱来看，伫中华鹿港有一间卖鱼丸汤的店头，人客看到头家甲头家娘2个人伫冤家，想要甲做公亲，想要到煞是好心去互雷针。这个头家竟然甲滚车车的烧汤，怎对人客方向甲破过，害这个人客的面甲肩胛头是拢烫着伤。不过这个头家伊嘛翻头指控讲，迄是因为这个人客一直甲伊臭干辣椒，乌白破坏伊的物件，才会甲伊欺负面。受伤的姓氏查甫人家己坐上救护车，因为面这边的肩胛头甲手骨，互烧烫烫的烫破着。救护人员初步处理了后，就赶紧将人送医急救。那向伊破烧烫的是鹿港天福宫附近一间小食店的头家，警方第一时间就去处理。老板就一直骂老板娘，骂，一直骂我弟就说，不要这样子。结果老板就回我弟说，老婆是他在骂的。姓氏查甫人的阿兄表示，初一早小弟到这间小食店买2碗汤，看到头家大声骂头家娘，小弟就去苦劝，煞互头家骂，后来就用卡拉较烧汤解破，而且事后头家的态度也无好，家真才决定要报警处理。也毋过小食店头家反抗，姓氏查甫人迄当时一直叫垃圾灰啊，而且佮弄害拖车顶的食材，伊才会反击。我咧甲倒落，咱甲车落几高啊！啊，搁贵来做了，专门嫌你包啊，要拼。我可以听我怎个可。老板与老板娘有工作上的问题，客人介入劝和时遭老板怒骂，该名客人徒手拨弄摊放上只鱼碗，并将汤丢掷回摊位。
老板便持汤勺将热汤泼洒至客人身上。警方表示，双方因为冤家纠纷造成40人面，甲这边更角头有误拍面积二度小烫伤，受伤民众有提告专案以伤害罪嫌函送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伫阿富汗西部的城市，当地初七晚到的时阵发生规模6.3的大地震，毋但是几十栋人家厝倒去，而且造成至少2000个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而且佫发生真侪届地动脉，民众是拢惊甲困伫咧街仔路，毋敢转去厝里。民众坐伫倒去的厝边仔，有囡仔惊向倒去的建筑，想要抢救个人的物品。中亚国家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省西北边40公里的所在萨布兰村，当地初七早起11点左右发生规模6.3的强烈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造成真侪客家倒去毁损。میامدن در سرای میجا بستاده موتور چیز میکردن این تفلک میبردم که این غذا بده به کلینیک میبردم خب این موتور رسیم گاز بکندید پسی برای بخونه خدمه مادر خون که برف این بخونه من ساده بوده همین گرومباز شده و دور که پای صدا نکنه این گرومباز که باشد بس با خونه هم بلیم 地震发生了后，伫短短几点钟内底，一个连续发生规模4.3到6.3的真侪届地震，互伫正阳附近的数十栋厝拢正做平地。而这个强烈地震嘛影响到新府赫拉特市，真侪建筑的砖架是落甲满地拢是，把民众惊到走去街仔路，唔敢进入建筑。مریضایی که به شفاخانه آورده شده از طریق شخصی یا از طریق ایراد آمبولانس خدمات اولیه ابتدایی اساسی برای از اونها ارائه شده و تمام دعا و کتای عاجلی که در شفاخانه موجود بوده به دسترس از اونها و طوری که شما می‌بینیم این خدمات هنوز هم ادامه داره و هنوز هم از اطراف و از ولسوالیا متاسفانه بعضی واقعات به شفاخانه آورده میشه. 伫赫拉特省隔壁的法拉省甲巴德吉斯省，嘛发生客家大规模的受损。阿富汗的安心院会暂时已经组织紧急应变小组，甲志工要去灾区协助救灾。而当局的灾害管理局发言人表示，如果死亡人数会大量增加。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玉。即马全球暖化，天气嘛愈来愈无稳定。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16年到2021年，极端气候引起的天灾，造成至少4300万的囡仔有路无厝。上届主要的天灾包括可汗、火烧山、造大水、风暴甲风台。美国甲加拿大都有81万的囡仔因为火烧山来失去家园。也若因为大雨甲造大水造成的灾情，伫中国、印度甲菲律宾灾民的人数是上济。若是照比例来看，甲着比海岛国都明年甲是上界凄惨。伫遐有76个囡仔是已经无厝通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甲总部设伫瑞士日内瓦的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合作，分析2016年至2021年极端气候引起的大水、暴风、可汗甲野火造成的一寡灾害，发现伫44个国家有差不多4310万的儿童拄着灾害，其中95%拢是因为造大水甲暴风早无厝通住，相当是每天有2万的儿童受害。敢若印度甲中国两个所在都有1900万的儿童是大水灾民。वो लोग बोलते हैं तुम्हारे घर में बाढ़ आई तो हम लोग बोलते हैं हाँ तो वो बोलते हैं कि तुम्हारे पास तो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तो हम लोग बोलते हैं कोई बात नहीं。暴风引起的儿童灾民以菲律宾上济，每10个人都有4个。因为野火造成的儿童灾民，大部分是伫美国甲加拿大，有81万人。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we come together to ensure climate finance can be channeled to those countries that are facing these overlapping crises, so the climate risks, conflict, fragility, where we see that children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为上新的气候报告来看，毋望极端气候灾情减少，甚至是较慢落来，恐惊是一件无法度乐观的代志。欧盟委员会所属的气候研究机构戈拜尼气候变化服务讲，今年9月的全球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的温度悬出摄氏0.93度，甚至比2020年的破纪录高温悬0.5度。今年恐惊会是历史上上介热的一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咱来看，伫美国休斯顿大学甲病院团队合作，因研发出一种新的机器，会当解读大脑传达的信息，互中风的患者分数会当刷叮当，帮助中风的人会当量早重建神经的连接，增加复健的效果。
今日要厝豆豆山顶动脚步，住伫美国德州的瑞杜斯坐伫碰椅豆豆啊讲话，互人看袂出9当前的伊目中风过，无法度讲话甲行，倒边的身躯无法度叮当。2014, September 30th, around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my wife said I was talking out of my head, and she woke me up, and she said, move your arm, and I couldn't move my arm. 68岁瑞杜斯中风了后，经过真侪天的治疗，豆豆恢复讲话能力，倒脚是倚靠机器架啊咧行，也毋过伊倒手恢复较真慢。因为瑞杜斯的妈妈甲弟弟拢因为中风过身，所以伫伊知影休斯顿大学甲 TIRR 纪念赫尔曼病院共同研发出新的仪器，爱中风病人协助做临床试验的时阵，伊就报名参加。这款机器设计做伫伫头壳顶的造型，是用 BCI 脑机界面，甲大脑、电脑甲机器做连接，透过特定的方式侦测脑部的信号做分析，佮甲信号转做电脑的指令，用电脑操作外部的机器，甲原本无法度叮当的肢体刷叮当。The headset detects the movement intent, and that top-down signal goes to the robot to assist with the movement, and in return.The movement generates feedback back to the brain. 暂时，瑞杜斯已经用仪器伫厝内做6礼拜治疗。伫仪器的协助之下，麦当豆豆甲手刷叮当。研究团队表示，这款机器搁伫开发甲筹备资金的阶段，毋望资金会当有够做更较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申请 FDA 美国食药管理局的批准，帮助中风的患者尽量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公视新闻台董炳英。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凶凶攻击以色列，和美国总统拜登想要建立的中东联盟计划陷入困境。有分析家就推测，哈马斯要攻击以色列这件代志，伊拢无定着早就已经知影，不过无法度确定这届攻击的行动，敢是为着要阻挡拜登。来关心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发动攻击，造成以色列重大伤亡。在网络顶流传一个以色列的查某兵，去互哈马斯的武装分子掠去，甚至甲伊烫光光伫游街。这个查某人是德国籍以色列的，伊若不录一个42秒的影片，请外界甲伊斗相共，希望会当赶紧找到因查某囝的下落。所以咱来看伊朗女权人士穆哈马德。伊伫感觉内底庆祝伊摕到诺贝尔和平奖。伊本身嘛是一个记者，不过却因为强烈反对负责人挂头巾，还佫有死刑，受到伊朗政府的迫害。即届伊得奖，联合国甲美国总统拜登拢呼吁伊朗政府爱随家伊放出来。那伊朗的外交部是谴责主办单位颁奖予伊是有政治的意涵。镜头转来咱国内。明年义务役的役期会恢复做1年，国军主战的部队也是以志愿役为主。不过最近这几年志愿役的人数减少，到今年6月底，敢若有155000多人，是创下5年来新低。有专家就分析，除了少子化以外，志愿役的薪水低、工课内容太过嘈杂，才拢有影响。而且上界重要的是要增加志愿役的留营率。国军演习反登陆作战操演，展现消灭敌人的战略。国军保家卫国，寸土不让。不过，根据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作战部队主力的志愿役，最近这几年人数愈来愈少。到今年6月底，敢若有155218人，创下2018年度以来新低。甲门弄开，加上震撼弹。特战部队实施攻坚演练，展现全方位的战略。不过，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这领战斗家己部队的表现比无甲8成，恐也影响新式武器的筹备甲人员训练。专家分析，志愿役的人数减少，除了甲少子化有关系，还佫有薪水无像外国军队遐尔好，工课内容伤介嘈杂，民众对军人的认同感拢有影响。虽然肯定国军招募的效果。不过，问题关键可能要是伫咧留营的比率。它有一些杂物会影响到部队的一些训练跟士气。譬如说，我从事救灾之后呢，往往按照部队实务来看
几乎没有补休的机会，补足这个缺额的部分的话，其实我反而是希望说，再增加说我们叫留营率的部分哦。陈国明表示，武器愈来愈精密、先进，伤害力大，人员更加需要完整的时程来训练，以免操作失误带来重大损伤。建议予部队减少外部的干扰，专心做战备的训练，无定着会当提悬留营率。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顶日推出一个宣传的广告，0到6岁国家做花市的影片。其中一段煞是引起部分民众质疑讲，这个影片本底是想要来提升生育率，不过却恐惊颠倒会造成无好的效果。针对这点，教育部是回应讲，这个影片的内容造成无尊重动漫等多元文化的记录，应该大家回息的。而且这个影片嘛已经为网络顶摕落来，有家长团体就建议讲，若是要提悬生囝的意愿，教育部就要更加积极来推动非营利的幼儿园。明仔载我讲10个来你家，甲我倒收一条。你去生这样啦？后来钱呢？那当然买更有用的东西喽。高中的男性有2个囡仔偷偷拜托妈妈来收订买的红仔线包裹，结果妈妈将汇款摕来买育儿用品。这段看起来真笑亏的剧情引起讨论，不少网友留言反质疑可能对催生造成反效果，也有人认为这会当推动少子化成功。是不是养小孩的话，你可能就要牺牲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东西的钱，这样子？我觉得应该说没有什么争议，在补贴上面，我觉得多少是有点帮助。不认同啊，在污名化那个喜欢动漫或者是 ACGN 的人啊。教育部回应，影片卡本规划造成有无尊重动漫、暴行等多元休闲文化的记录，真实哩。已经贴落影片，未来规划广告会深深检视。家长团体认为，政府方向正确，就会当更较有催生的效果。最近几年，教育部注重在电条部分，建议应该更加积极推动非营利幼儿园。其实我们一直长期以来一直推动说，教育部第一个应该是更加积极去推动所谓的非营利幼儿园。好，因为公立幼儿园会有那个寒暑假以及延托的问题嘛，那非营利幼儿园基本上比较没有。贾国清也建议，负责0到2岁卫福部爱甲负责2岁到6岁的教育部充分协调合作，同齐打造0到6岁完整政策，才会当有更较好的催生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咱来看，伫花莲头一个有护病球场，也就是中山篮球场，开卖4000万，才打开放尔。查匪方发现讲，伫涂骹有几啊打去互乌多摆的人硬碰，碰甲臭火打去的痕迹。报警才处理了后，发现讲是一阵少年人骑乌多摆入去挑工破坏的。民众看到是真生气，那市长是讲，无歹图会甲球场关起来，外开放。七月透早4点外，花莲市中山公园篮球场监视器翕到几个少年人骑机车伫球场内底洗，随即开始烧车链，不出乌烟，一直到早起拍球民众发现，马上报警处理。我是有看到4年轻人他们在那边玩那轮胎，夜空吹啊，吹到那个地板这样子。当时有没有人去制止他们？没有，不敢，对不对？太多人，球场的涂骹有4个所在因为烧车链造成臭火打，其中有2个所在菜外界已经看到暗土底部无法度修好。我们很生气啊，因为这个是我们花莲第1座风雨球场，那些不良少年留下来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麻烦警察他们多加巡逻这样。中山篮球场是花莲第1座防护球场，开场期4000万才多完工，开放不到2个月，想不到就被恶意破坏，市长真生气，要求警方一定要抓到这群人。我们一定会跟他求偿，那可能要这球场的金额后，我们初估一下，可能要上100万。那请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负责。民众公德心也报告，4个拢是分散饮料者分数，公所无排除暂时关球场，各将入口所在围栏间禁止车进入，各请警方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高速部路遐香果是真出名，不过最近这几年因为人口老化，产量减少，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社区向政府申请计划，设立香果菌的培养中心。而且，佫请社区内底少年家来做工作人员，希望当培养在地人才，嘛，互香果的产量会当愈来愈稳定。规身躯喷酒精，换穿湿洁衫，扫到来入去培养菌种的空间内底详细消毒。这是屏东牡丹乡高速菌种中心的工作人员，大概要培养菌种正正爱做伙的工课。
伊讲培养困境的过程是真够工，毋过上爱注意的就是一开始的清洁工课，因为若是无做好，困境就较高受污染，致使培养失败。第一次接菌，然后可能就是接菌失败，所有的菌可能就是菌种在接的时候受污染了，但当下就觉得很慌啊。牡丹乡高速部落的端部香果真有名声，毋过今年人口老化，少年人无介意种作，佮加上困境无力，原底有3年产量的困境，即马干那剩1年，致使香果的产量减少，造成农民严重损失。为着要改善这等等的困境，部落就向政府申请，伫社区内底成立困境培养中心，佮请社区青年做工作人员，希望会当稳定生产，互产业会当永续发展落去。有人曾经买过，好像是种了2000棵的段木，结果种了之后没有一棵长出来，所以他们觉得真的这个菌种有问题。我们也透过水保局的辅导团队，我们就开始做菌种的培养。目前高速社区当咧试种，甲端部香果种伫相思树、高草啊顶6种树啊，观察香果的产量甲品质。乡长表示，透过成立困境中心，毋但会当得到各单位的辅导协助。佮通培养在地人才，提升社区香果产业的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尾花芋，今年的产值差不多是2亿外。为着要保护尾花芋的这个品种，高雄农改场开发 DNA 鉴定的技术，透过比对 DNA， 伫1礼拜内就会当有鉴定的结果，希望会当依期依护品种的智慧财产权。根据农粮署统计，台湾目前尾花芋种200外公顷，产地主要伫台南、高雄、屏东，外销市场以日本为主，年产值大约2亿外。过去尾花芋品种大部分拢是荷兰进口的，台湾这几年拍拼培育本土品种，不过过去品种鉴定大部分是用食物外观做分类，若收过主管爱开真侪时间，嘛无法度随有结果。台湾自己育成的新品种，通常都具有抗热、耐热的一个特性在，而且它的花朵特性也具有商业的价值。但是这些品种很多之后，当他们遇到了侵权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除了用外表形态外，它没有办法用其他比较快速的鉴定，所以我们就想要开发核酸的检定的方式，帮助这些育种家能够捍卫他们自己的品种权。为着马上有效的保护国内尾花芋品种，农业部高雄农改场开发尾花芋品种 DNA 鉴定技术，目前已经有市面上42个主要尾花芋品种的 DNA 资料，互尾花芋品种会当透过 DNA 比对。每一个品种它带有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DNA 指纹。那借由这个特异的 DNA 指纹来去确认它的品种。高雄农改场表示 ，DNA 鉴定技术只要有1平方公分大的食物体，就会当伫1礼拜内确认。若搁参产销履历制度做伙，会使互优良尾花芋的生产和买卖得到更较严谨的保障，也会成做尾花芋业者维护权益的证明，提升消费者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新竹江南的客家人狮是真出名，而且嘛有结合戏剧、武术，也佮有锣鼓等等。其中四角形的狮仔喙是因上大的特色。今年因受到双十节活动的邀请，团员趁最后这几天赶紧练习，准备要伫咧双十节这一天提出上界精彩的表演。狮头随着锣鼓声摇来喊去，真足甲看，参一般台湾人狮无共款的所在，就是狮仔的喙竟然是四角形，代表一喙食四方的意思。新竹县江南乡的客家人狮准备在国庆当天提出上精彩的表演。现在客家狮就是剩下我们新竹县就大概是剩下我们和郑家的。以前的时代不是像这样选一地，是那个土地还有草地那些的。江湖卖艺在那草席摆着，这个师傅放上去，我们就在前面表演。今年已经82岁老团长，少年时参师傅学习，后来转来到故乡，继续传承客家人狮。目前团队成员平均70岁，大家每礼拜同款做伙练习。这摆专队24个人，要代表新竹县到总统府头前表演。我们客家狮的话，我们团已经其实最多人数已经到100多人。对，然后我们这次出的就是只出我们最精英的24人出去表演。
然后怎么，因为像大家当大家各自有工作，可是要怎么让大家凝聚，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宝，大家会为了这个宝，然后就是会团聚在一起来练习，就是为了这份荣耀。世界型狮头脚踏7000步，加上客家花步，大家拢希望这个传统的客家人狮文化，会当透过这个表演，让后代子孙知影，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杜文和新店报道。即马 AI 科技是真流行，而且嘛会当甲传统的布袋戏来结合。今年台湾文化科技大会伫咧高雄举办，其中有一个漂流 AI 时代体验展览。希望好民众会当来了解布袋戏，会当真实行、真趣味。脑中情书总万贯，江华文物半边天。说环境经典大师体验者一句一句念出来，佮用 AI 科技将黄文地老水声音合起来，大家拢会当真做布袋戏配音员。头一届 TTXC 台湾文化科技大会，其中霹雳 AI 时代体验展头一摆公开。展览当中除了怀念黄文地老师，佮将传统布袋戏来结合 AI 科技，并将唔来当做配音员，嘛会当真做布袋戏的角色。即马有用一寡 AI 的技术运算，把即马声音兼顾，把伊过去配音的声音，把声音切转来，这自己的声音库出来。啊，我们透过这个展览，然后民众来体验，你嘛应该用你来配音，然后合成到黄文哲老师的声音内面去呈现出来。布袋戏伫台湾有100档历史，毋过真侪少年人渐渐对这项传统文化不了解。这摆嘛是霹雳布袋戏头一摆运用 AI 科技来行销。望少年一辈会当重新来熟悉台湾的布袋戏。韩剧啊、日剧跟一寡美剧里来，其实对咱台湾家己的本土的内容当然是有影响。所以咱布袋一直霹雳就一直用一个方法，就是希望讲用一寡新的科技加技术，加一寡符合这个时代美学一种概念来去处理这阮的内容。互人合作把因财准黄文地老师伫去年6月过往，为着要怀念伊，展览现场嘛有展示早期老师穿的衫，使用过字典、甲手稿等等，要互布袋戏迷来做伙怀念伊。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咱来看伫菲律宾首都的马尼拉，遐一间商场内底有一只穿制服的流浪猫仔，会甲保全人员做伙值班，成做这个商场真声人目的重点。咱若伫墨西哥有一间军犬训练中心，伫遐是专门培训细只狗仔，互因会当侵入人类无法度到位的地点，完成真困难的搜救任务，也佫有查缉的任务。从保全狗的这只猫，徛伫咧警卫大队头前，看起来更加细只。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世界企业中心商场的保全团队来讲，这只叫做柯南的鸟是了无大师。Yung kulang sa akin kapag wala si Conan, ma'am, yung parang nawawalan po ako ng gana, parang ganun. Parang kung wala siya, parang tinatamad po ako mag-duty. 6个月大的柯南本来是流浪鸟。大楼清洁人员伫咧停车场发现伊的时阵，正出事几礼拜啊！尔，柯南甲警卫人员做阵上班的画面，后来商场的民众拢感觉真趣味。保全团队也甲柯南的相片放伫咧网络顶，互伊即马真清真红。Parang very approachable, unlike sa dogs, di ba? Yung iba kasi parang ang tapang nila tignan, unlike sa cat na parang pwede mo silang ipet agad pagkagan. 伫墨西哥附近高区的军事基地，有一阵狗仔囝正伫咧进行救援训练。墨西哥陆空军狗培训中心成立25年以来，除了培育狗，也训练真侪精良的任务狗。Pero muy inteligente, es un perro con mucha rusticidad, muy resistente a enfermedades, y eso nos apoya mucho para las cuestiones de trabajo. Es un perro que puede trabajar a diferentes niveles de nivel sobre el mar. Lo mismo en lugares altos, en lugares bajos. 培训中心的狗仔囝伫咧出世1个月长练了，就开始接受训练。训练人员用球或者是布甲因绳，互即款狗仔囝伫咧耍的时阵学到各种的感官加肢体活动的技巧。因若是完成任务，训练人员毋是摕食的甲因奖励，是梳头、梳身躯或者是其他娱乐的方式维持因的动力。Simbiosis humano-perro, donde el perro se vale de nosotros para subsistir,
pero nosotros nos valemos del perro para que también podamos desempeñar un trabajo. 4个月大军狗伫咧完成训练了，就会分发到其他的基地进行查毒、做捕猎物，或者是灾区搜救工作。这款军狗代替人类去无法度到的所在，完成无可能的任务，诚做真正英雄。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法国伫印度洋的一粒岛屿，会当互观光客体验甲海洋做伙游水。不过，当地保育团体煞是咧推动安静看海洋的计划。 希望游客莫去甲海洋搅扰，点点啊看就好。会当伫船边就看到海洋，甲因活甲遮尔近，已经互大家有够痛啊！但是来到留尼旺岛佚佗的游客，毋但安尼尔，佫会当跳入去海底，甲海洋斗阵游水。法国伫印度洋的属地留尼旺岛，是全世界真少数，互人会当甲海洋做伙游水的所在。但是为了要保护当地的海洋生物，袂因为观光客的人数伤多，受到过度的干扰。 当地政府甲保育团体合作，推出安静赏海洋的计划，规定袂使有伤侪只赏海洋的船，拢潜伫咧同一个范围内，而且一摆袂使有2团以上的人落去水底看海洋。保育团体又有专门的人四界巡逻，提醒大家爱注意规定。Protection des cétacés. Je viens m'assurer que vous connaissez les règles d'approche et d'observation des baleines par cœur. Il y a un cadre réglementaire et là vous êtes hors du cadre réglementaire parce que c'est une palanquée à la fois. Dans l'eau, 10 personnes à l'eau. 观光客若是落去水底看海洋，大家爱手牵手受做伙，等甲看到海洋的时，都爱动落来，唔通阁继续受活去。Pour les observer comme on ferait en safari terrestre, c'est-à-dire se poser non loin et dès qu'on les voit, ne plus bouger, rester bien groupés pour être le moins dérangeant possible, afin que les baleines aient le loisir de s'approcher de nous et de choisir de quand, comment et combien de temps l'interaction aura lieu. 事实上，伫前几年，都有观光客因为伫水底甲海洋相活，一只带海洋囝的海洋妈妈可能感觉受到威胁，就用伊的尾溜一直伫水面大力拍。因为海洋真大只，体重阁真重，对人类来讲其实是有危险性的，所以点点啊欣赏海洋，莫去甲因搅扰，其实是保护海洋，嘛是保护家己的安全。伫当地政府甲保育团体的努力之下，留尼旺岛附近的海洋数量这几年一直伫增加。 根据科学家的观察，因伫今年用卡梅拉所翕到的海洋有至少400几只，是有史以来上多的。保育团体希望观光客会当好好遵守规定，用负责任的态度来参加赏海洋的活动，才会当互更较侪人继续享受甲海洋斗阵受水的快乐。记者甘美恁编译。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21度至28度。还有未来3日的气象。这2天较会落雨，大家若是出门会记得带雨伞甲雨伞。 感谢大家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